我哋一定要等班北佬知道，廣東人係團結嘅，我哋唔會俾佢哋肆無忌憚咁犧牲我哋廣東人嘅未來，去滿足佢哋班北佬揾着數嘅需要。廣東人都係有獨立思考能力嘅，有意見係會提嘅，係唔會生活唔落去。都話領導偉大，萬歲萬萬歲嘅。團結發展就係要坐言起行。首先，從不再冷漠開始；第二，從支持廣東粵人話語權開始；從支持粵語文化、支持文化人話語權開始。文化人先會為我哋嘅族群發聲，為我哋嘅子孫後代發聲。廣東文化人特別係飛仔哥將會責無旁貸。只要廣東人支持南方漢族嘅人，每人每年支持飛仔哥1蚊，每年去飛仔哥嘅短視頻商品櫥窗買一件貨，飛仔哥就可以保證幫大家完成創立粵語網絡電台甚至網絡電視台嘅理想。飛仔哥一定會向北佬爭取返我哋廣東人應有嘅公平，等我哋嘅後代唔會為班北佬做契弟。大家支唔支持廣東文化？支持就少啲睇普通話嘅洗腦文化作品，誠心誠意咁投入粵語文化振興事業中去。